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1月3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针对目前正在推动的族群主流化政策，议员古木哈少上午在总质询就积极要求各局处提出相关的政策作为，除了协助台南原住民文化健康站的交通问题，也有提出包括55岁原住民就享有一般老人的敬老津贴等等的待遇。根据统计，目前原住民平均寿命是71岁，比一般国人减7-8岁。所以现在除了劳保加健保对原住民有无共的待遇加配套，议员古木哈少上午嘛针对55岁原住民已经是所称的弱势老人，要求除了给出去的补助、免费坐公车以外，其他老人福利嘛会比较一般的老人。对此，肖局长表示已经是同款适应。要统整一下，盘点一下我们所有局处是关于老人福利、社会福利有哪一些？我也希望能够比照55岁的原住民就可以享有这样的优惠。但是呢，我觉得好像就只有这2个，其他的好像没有特别的明显。但你网站上面都还没有做改变呢。生活津贴。这一些全部都是。基本上我列的那个蓝色的字都还是一般民众65岁，并没有看到所谓原住民其实都适用。好，那我们在那个网页上我们特别注记，因为都适用了。议员进一步表示，既然原住民伫敬老福利等生活津贴拢是55岁就法度享受，不过真侪族人并唔知影，所以为了让原住民族能当普遍了解相关老人福利政策。议员嘛要求建立一套平台，一个月宣传一摆，对此嘛得到注意认同。透过刚刚讲教会，我们把频率增加。有时候我们刚刚做的一些作为发 LINE 和 APP， 其实不见得都会看。你都还是持续做，但是你要增加。另外，议员会中嘛积极为原住民族伫文化艺术发展加协调业务顶面争取相关的资源协助。电新闻管制王子豪采访报道。针对目前正在施作的海岸路景观工程，议员董炳武表示，因为完工以后，机车架会分散到两边的道路，烦恼将会影响民众到水仙境市场消费的意愿，所以积极替摊商来请命，同时要求开放海岸路地下停车场，让机车来使用。议员董炳武表示，海岸路景观改造工程伫8月启动以后，工期将近4个月。虽然是一段交通的黑暗期，但因为完工以后将变成参像香榭大道的远景，后地方拢相当期待。不过，议员烦恼的是，完工以后机车架位大大取消，将冲击水仙境市场摊商的生意，积极添清明。虽然说我们有把民族路跟成功路有划停车格位，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啊！而且我就说我讲的嘛，人性都是比较不愿意走那么远的路嘛。你买菜大包小包你赶，你赶遐远，你去行去到成功路、民族路，也看有可能，无可能嘛。那买东西当然是机车格的停车位越近越好嘛。施工前的机车格的格数跟完工后机车格的格数是不会减少，那么当然可能分布上会有一点不同，但是原则上都会划回来。总格数不会少。你在议员会中进一步要求市府开放海岸路地下停车场来停放机车的可行性。不过，秘书长表示，因为坡道上狭的关系，所以初步评估有安全的顾虑。不过，市长嘛答应做专案来解决，希望达到双赢的局面。主要议员嘛检讨体育老师的竞选制度，要求类似优秀的金牌选手会当有加分鼓励机制，将体育人才留伫台南。电新闻管制王子豪采访报道。为着要栽培后一个金牌选手杨和珍，
中央体育署已经答应补助1700多万，要伫咧大王国小起新的溜冰场。不过，到底是要伫原本校内起，还是刷到116期的主办中卫区？议员杨忠成上午伫咧做质询，除了要求市府对场地爱谨慎来评估，同时也要求溜冰场一定爱加天棚。因为出身台湾国小的杨和珍，伫世大运当中摕下5面金牌成绩，相对凸显该校伫栽培溜冰人才开花结果。伫各界争取之下，体育署答应拨1700多万来兴建新的溜冰场，特别现况的场地对选手安全过路。对此，议员杨忠成接受点情，希望不管伫校园内兴建，还是刷到土地取得已经无问题110期主办单位，都希望好好来评估，为溜冰选手做长远的投资。要来兴建标准溜冰场，已经确定没有问题。那么这2个地点是不是咱教育局思考一下？校长跟我讲，这个溜冰场啦，起伫这个绿地，我们整个学校的动线受到影响。起落了，营养午餐伫这边要杀过这边，麻烦。不过我也想想，这伫工程上会当克服，因为标准的溜冰场是蝶形的。目前工程费还要再去争取但是设计的部分，咱由体育处，咱先开始着手设计，所以明年咱会先用家己的经费先来设计，设计较比较成熟的时候，这土地嘛差不多已经会出地，因为它已经快从化地被完成，会使交地，事实上也可以提前先进，提前来协调，若讲有需要时间，咱会使提前进场，所以过来若设计到差不多，就是剩明年要来积极过来甲中央争取这笔经费，来达完成。会中议员嘛秀出溜冰教练所提供的3D 溜冰场设计，重点在提醒教育溜冰场有看挂，兼有太阳能板的发电，会当应付日时训练袂伤拍，暗时佫有提供照明效果。希望既然要做，一定要做到上好。电视新闻顾问局王子豪采访过的。总工程费将近18亿的大台南会展中心统包工程，经过委员评选，上午公布得到的厂商由福清营造团队得到第1名，取得优先的签约权。市府甲经济部也希望该工程会当如期来完成。大台南会展中心统包工程对今年9月份上网公告招标，经过11名国内外学者专家评选，上由副市长吴宗彦公布得标的厂商，由福清营造公司团队得到第1名，取得优先的签约权。市府甲经济部拢希望该工程会当如期如期完成，尤其该案更是历年科技城第1的工程，意义重大。今天可能是历史的一天就是所有力能科学城，所有的工程，我们这个是第1标开动那另外还有一个研发中心，还有一个将来的模厂的工程这2个最主要3个工程就是会展中心、研发中心，还有一个模厂，实用的模厂。当然，中研院也会跟着来，明年3月份中研院也会开始盖完，盖中研院的南部分院。所以我们今天算是历史的第1步力能科学城来讲这是第1个工程开工。这是另外一个台南市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就是我们将来的这个会展中心那这2个的结合，相信就是一个加成的效果，一定是1+1大于2那因为台南市政府也过去把这个产业的发展定位得非常清楚将来在绿能跟光电还有包括刚刚副长提到的纺织、机械，甚至到农业都有非常清楚的一个产业政策。那这些产业政策势必将来怎么样在有一个平台去做产业的交流，有没有一个中心去做展览，还有做一些技术的交流，包括将来的可能吸引国内外的一些媒合厂商来做一些展览之类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的工程
位于莅临科技园区的大台南会展中心，主要考量交通方便，未来完成以后，嘛将提供室内600位、室外400个单位。整个建筑元素嘛用于海洋加高级以上，希望完工以后会当成为台南市重要地标。电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响应民间社团观测活动，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陈廷辉3号下午邀集济教育团体座谈，希望听出第一线教育工作者甲家长的想法意见，作为未来教育蓝图的规划。有济家长、教师甲校长协会联合会共同发起的台南市教育论坛，3号保地东区塔木德会馆召开。民进党市长参选人陈廷辉嘛应邀出席，受到热烈的欢迎，并且献花。陈廷辉表示，出席论坛主要听出第一线教育工作者甲家长对教育的想法甲意见。伊表示，如果当顺利出线，并且当选市长，将以教育优先。我一直自诩为，如果我有机会担任市长，我希望我是教育市长，而且可以一起建构这个教育城市。所以今天特别邀请我们很多教育的工作者，包括校长、包括老师、包括家长团体，一起来探讨未来我们的教育蓝图。这个教育蓝图，我们要怎么一起为我们的教育城市共同规划，让我们的目标，教育城市的目标能够达成。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指标，也是我们今天办这样的一个讨论教育论坛很重要的关键。会中陈廷辉嘛特别推荐一本1年级学生的生活这本册，伊认为这是一本教育扎根的专册，同时对着台南市中小学家长协会甲家长会联合会观测活动，市长参选人陈廷辉嘛大力推荐。电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现代社会有济优秀学生，需要为着金钱甲未来来烦恼。为着要帮助这寡弱势学生，台南东南扶轮社推动生命桥梁助学计划，希望透过这寡帮助，会当让受助的学生有更加美好的未来。生命桥梁助学计划是扶轮社为了帮助社会上弱势学生所推广的计划。除了一般的奖学金帮助以外，同时嘛透过课程指导因如何成为一位职场顶面所适合的人才，找到专长、热情甲未来生涯规划方向。助学计划执行长表示，这4年来已经帮助将近700名学生。未来扶轮社卖持续努力，为更较侪人建立生命桥梁。那当时有这个计划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发现现在呢，在整个社会上的经济呢，对很多的青年是不是很友善的哈？更何况是对于一些弱势家庭的青年，他们的要翻转人生，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当我们在面试的时候，知道有些学生呢，他的助学贷款已经高达50万。这时候呢，我们就不禁怀疑，但是如果给金钱的奖学金，真的可以帮助到这些学生吗？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想一个，有什么样的计划可以帮助他们有翻转他们的人生？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创立了生命桥梁助学计划这个活动。那这个计划跟一般的只单是给钱的奖学金不一样的是，我们给了2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课程跟导师。
好，那课程就诚如刚刚同学讲的，课程我们有教他做怎么样做 GI 规划，怎么样做面试，怎么样写履历表。好，那之后呢，怎么样在事业上可以成功的7个好习惯。那藉由这些课程，可以帮助同学在毕业以前就找到自己的 GI 方向，而且还教他们怎么样规划，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到他们的 GI 方向。也帮助他们毕业之后可能比较有效，而且快速的可以找到适合他们自己的工作。我本来是一个比较被动，对于机会比较不会去主动追求的同学，对，但是接受了生命桥梁计划的课程之后，辅仁社的uncle、auntie，或者是替我们上课的教练们，甚至是我们互相一起学习的同学们，都会对我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而且在上课的时候，教练们都会鼓励我们主动提问，为自己发声，表达出自己的意见。规划超过30点钟的学习课程，嘛指定相关行业的舍友作为学生的生命导师，将家己亲身的经历传授给因，以长期关怀方式培养更加侪优秀青年，并且期待因未来有无同的人生。辅仁社蔡正德总监相信，这受帮助的青年人一定有一天将爱心传承落去。电视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自细汉就做学徒学习乐器制作的陈水英先生，原本出师以后只是接案件帮其他的品牌代工制作，后来因为希望有家己的品牌，所以创立了安茉莉提琴。伫台南也经营了真侪年。即马交由伊的后生陈明燕接下这个重担，并发展出结合在地昆生里龙岗国小的社团，成为双学合作的良好案例。在地乐器制作品牌安茉莉提琴，就隐藏伫咧南区昆生里内底。即马负责管理的陈明燕是第2代头家，伊自细汉就看到爸爸陈水英对经原木材料开始，到面板的切、写、磨平，以及后续的拍板、开模，一直到每一个物件的连接，每一个部分拢爱非常的注意。就亲像伊即马当咧进行的细节修正，以及要放伫咧小提琴内部音柱、细部的调整等等。因为每一个手工制作过程拢爱细腻专心，也因此一支小提琴大约爱开3个月，甚至是更久的时间去打造。那如果以手工琴来讲，一般我们预估的时间大概3个月。那这个整个流程包含从开模，然后取材，从取材要先备料来。看提琴的模型跟它的尺寸来做备料，然后再依据模型来做开模。那开模需要做样板，还有那个内模的部分。那开完模就是要先把这个面板、背板来胶合，胶合之后裁切它外形，然后再用刀具来整修。那低音2联合环联合完就是把整个共鸣箱把它胶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琴头的一个刻制，再就是上漆。安茉莉提琴这个品牌在地经营已经将近半世纪，由第1代的陈水英制琴师传到第2代的陈明燕，伊也突破过去的经营方式，甲在地龙岗国小合作。学生有品质良好、介绍又个实在的乐器会当使用。安茉莉提琴是由父亲陈水勇先生他从小就是当学徒，这样一路学习，然后一路成长过来，那慢慢调教工厂的一个产线的流程。那我是第2代，那从小也是在父亲这样工厂的环境下，就是耳濡目染，然后再有一些下课时间就会被爸爸拉去一起工作，那就是慢慢这样学习过来的。那特别在我这一代的方式会比较不同。龙岗国小的所使用的提琴就是由我们安茉莉公司来完全来供应，那不会因为为了跟其他同学来比价。有的同学的琴比较贵，有的就是比较普通的提琴，然后
不至于影响他们这个价值观。所以目前是由国小部有在推广这个提琴社团的一个练习。那预计在今年或者是下学期开始，就是会推广到我们幼儿园的部分。手工小提琴的制作，每一个动作拢袂当轻忽。按茉莉提琴秉持着谨慎的理念制作每一支琴，也展望未来，希望会当甲更侪学校来合作，互咱台南的在地品牌会当拓展到整个大台南的市场。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为着要迎接49年的校庆，特别甲国际扶轮社3470地区共同举办植树护林 Let's Go 的活动。3号伫咧林迪志洪池种300丛的红花枫林木，立美化的同时，也希望透过活动，呼吁大家爱响应种树啊减碳，做伙来爱护咱的地球。伫中华艺术科技大学边仔林地地方地，伫改校领用以后，首先取名做华艺湖。2当前，因甲台南市政府合作，伫四周种下400丛的红花枫林木。今年为了迎接49周年校庆，由学校董事长，同时嘛是扶轮社社员徐国润看线，出席双方合作，做伙举办种树，一台透过种树啊来达到环境绿美化。我们今天在这边办我们的那个植树活动，是为了要改善我们的地球环保的地球。因为这个地球是我们的，我们保护我们的地球，就保护我们的未来。今天在中华医事大学这边，以我们的中华医事大学我们的董事长徐董事长一起来合办这一次的植树活动，也让我们在这里这一块荒地变成良田，也希望把良田变成我们美丽的家园让我们有很好的地方来休闲，同时也可以来做我们的地球的环保工作。市府由副秘书长李贤伟代表市长出席，感谢校方甲扶轮社对种树的支持，也相信未来这红花枫林木绝对会当成为台南的美景之一。扶轮社总监蔡正德表示，今年国际扶轮的口号是扶轮改善世界，伊相信环保地球是改善世界有效方法。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持有工商为着要让学生有更侪实际创作的机会，配合厂商进行产学合作的计划，而且规模一摆比一摆更大。这届结合汽车修护科、电机科、资讯科等等，打造出一台 LED 的广告车，也配合今年将要来到的圣诞节，将伫明仔进行成果发表会。学生的作品，互咱抢先来看。这挂美丽的灯所做出来有蝴蝶、鹿仔的造型，这挂全部拢是由持有工商的学生用心布置的，要来迎接今年度的圣诞节有先创作出来的作品。另外，校方今年也配合学生实际创作的机会，由厂商提供着硬体设备，再加上学校内底无共科系学生共同合作，做伙打造出这台 LED 广告车。车顶也附上着由学生制作的圣诞影片，完成度相当的高，嘛是一届产学合作的成功典范。这个广告车的来源是基于我们学校有汽车科、有电机科、有资讯科，还有电子商务科，这几个科透过它们不同的特性，我们跨群跨科的研发，透过我们的业界合作。我们请业界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一座可移动式的广告。我们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孩子能够透过这个平台，能够跨出他们的专业，结合不同的领域。这台 LED 广告车所运用的大型利模机播送出来高画质的画面，伫咧暗时时阵会当看甲更加清楚。校方嘛希望会当持续配合更加侪企业团体。甲学校的学生会当共同合作，创造出更加侪互学生实际操作的机会，也增加学生伫咧社会工作的经验。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
明仔天气多云，有时好天，温度21度至29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你收看11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